好，来继续来看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伫关高地区所起的关高山屋，12月初1要开始来收费，甲传统的山屋比起来是加真贵。传统山屋一个人一暝者200块到480块，但是关高山屋平日800块，假日爱1200块。红讲是全台湾山屋大名的天棚。 甲山屋的门撒开，开讲厅空间宽甲高，新的茶头椅仔、桌仔摆甲真整齐，壁顶阁有真侪插座。搁一排灶骹，门顶头阁挂请换签拖的标示，边仔阁放蓝色、黄色的签拖，互爬山的人带了更较舒适。这是药管处用2天的时间起这间关高山屋，为4月初1开始试营运，预计12月初1开始收费。甲过去的传统山屋比起来，平日一人一暗200块到450块，休困日200到480块。关高山屋。 平日一人一暗800块，休困日1200块，介绍是山屋上悬的。房间那个大概一间是可以住14个人，电呢还有水都非常的充分。每天有2位的这个驻点人员会在那边协助管理。 过去一般的山屋，大个所在拢较简单，是足侪人建一间大通铺，有简单的开工空间加煮饭的所在。毋过关高山屋大个所在较完整，床的中间有放隔板加记忆碰床，互山友住了较舒适。山上面它感觉设备相较其他山屋，它那个设备比较充足。 关高山屋伫北通关原岭线西段，是爬山朋友爬南二段线、马坡花段线、北通关原岭线点休困的重点。新设的山屋提供28个床位，嘛派人员顾礼。若互爬山朋友爬山休困较舒适，若有山难发生，买当加速救援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